来看这站意外是伫咧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，今仔发生一站这路边树啊倒落来，当场喊着骑奥多摆经过民众，伊是流血流滴送到病院由援救无回来。公园处强调讲，这树啊会倒来是因为树心已经凹起。除了派人去慰问家属以外，这树啊的公共意外险上悬会当赔600万。车真多，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骑车人骑车经过，向阳中间路边一丛树啊倒落来，拄好讲到经过骑车67岁人，当场跋伫涂骹，肺插插流，送医急救也是不幸死亡。救护车的声音，想说怎么这么多台，然后就看到一个阿伯，刚就躺到路中间，然后没有意识，然后消防员在帮他做 CPR。我就在那个受伤那个人的正后方，我就在阿伯的正后面啊。如果我再稍微快一点，我可能也会那个。看到民众甲徛伫后壁的人拢行一个，警方到场了后管制交通，公园处甲委外业者来到现场了解情况，并且甲树仔赶走，也派人慰问家属。上午11时40分许在中山北路一段75号前，发生路树倒塌致使机车骑士受伤的事故。详细的路树倒塌原因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后厘清。去年我们调资料出来看，我们的同仁是发现它有流胶的状况，现场看到是它折断的断面是有腐朽的现象。公园处强调，依照规定，行道树仔每个月会做一摆巡查，因为这丛树仔树壳内底已经凹起啊，无多承受外力才断起，造成不幸发生。死亡的话，理赔的上限是600万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去慰问的话，好，那我们那个保险公司这边也提供15000元的一个慰问金。很空的声音那你健康的树应该是很扎实的声音啊。那这一棵，白白的是什么？是不正常的，是菌。虽然公园处强调，这树仔外观无各样，不过是在请病虫害专家来看，却发现树仔外皮样受伤，暂无早就做到病虫害，树壳真脆，加上30风力较强，技术因为被吹倒造成事故。另外，这事故发生原因甲相关的责任也正伫调查中。记者陈华报道。